屋子里有个吧台亭，是许祥安泡茶聊天的小天地，也是他玩木头的创意。它跟很现代灯光啊、大玻璃啊，产生一种很自然、人很想要进去的那种场景。做过畜牧业、餐厅，开过计程车。30岁之前，许祥安向往的歉意并没有在台北实现。回到家乡3义这个木雕重镇，他爱上木头，但是不要照本宣科的规格化，要自然。这个就是80几岁的老人家，他说要砍掉啊，间接让我知道，我就把它买下来。保留木头原本被大自然淘洗的痕迹，许祥安视为创作的考验。树干、树枝做商店或展览的装置，即使做成家具，也留住原始生命力的美。这是以前的牛车轮哦，以前马车的牛车轮哦，我把它变成一个聊天桌。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家独一无二，许祥安的设计商机也就随之而来。他想一个好像照全身的镜子，可是木工做的又好像很三合板啊，还是什么，没有那种自然的香味跟那个感觉。其实你自己的作品就是想要有自己的个性，是，对不对？是。想法它创新，我想用 Q 设计啊，想法比较创新，不想守旧。是。虽然不是科班出身，许祥安在木头的世界里20年建立自己的风格，不断挑战，让人与空间自然契合。我一直在研发某一个椅子、某一个桌子，它的适当比例是什么？它怎么搭是分数最高的？天天都有挫折，可是当你想到解决的时候，那一种是没有办法形容的那种快乐。用创意改造让老木头重新受人喜爱，许祥安说这是一件快乐的事，而自己创作不同的，让人模仿不来，则是他最大的成就感。想法较创新，无想用 Q 设计。想法较创新，无想用 Q 设计。